英國業主一定要識 selective licensing。有一樣嘢，好多英國業主都有可能違法緊，面臨罰款嘅風險，但自己都唔知，就係 selective licensing。咩係 selective licensing？即係某啲指定區域，所有出租物業都必須申請牌照先可以合法出租，唔係淨係 HMO， 連普通出租住宅都要。點解會有呢個制度呢？通常係因為該區出現以下問題，例如係租務管理差、物業狀況差、治安較差、反社會行為多、租客流動性高，令到 Council 想加強監管，改善物業質素同埋減少租務問題。重點嚟啦， selective licensing 已經擴展咗去更多區域，以前唔需要，但而家已經要申請，而且而家 Council 開始主動查額，唔再等投訴，會抽查甚至上門檢查。如果冇申請會點？罰款可以高達3萬英鎊，仲有機會被追討租金。我哋名門物業都有幫過唔少業主處理 selective licensing。如果你未查過自己間屋需唔需要 license， 就要馬上行動啦。繼續分享條款之前，簡單介紹下自己。我哋係名門物業，專注幫客戶買入優質物業，多年物業管理經驗，同埋有自己嘅裝修團隊。我哋嚟緊每星期都會分享一條英國業主一定要識系列，幫你更易管理租客，防止物業損壞，長遠幫你慳錢。記得 follow 我哋名門物業啦。